講起 M Train，你會諗到啲咩？係行車時非常大嘅噪音，定係不會完全重複嘅氣動門？身為香港最古老嘅市區線列車，呢40幾年來承載住唔同人嘅回憶。到咗2026年，M Train 嘅壽命已經得返幾年，之後就會俾 Q Train 全數取代。今日嘅我哋，一於探索下呢個喺香港行走咗40年以上嘅傳奇列車，探索下佢嘅10個冷知識。希望大家可以趁 M Train 全數退役之前認識下佢。M Train 實際上分為5個批次，投入服務時間不同，分別為1代、2A 代、2B 代、2C 代同3代。不過呢個唔係重點，重點喺全部5種型號嘅列車都有各自嘅名稱。1代為 CM Stock， 初時名稱為 M Stock；2A 代為 Cod Stock， 初時為 T Stock；2B 代為 I Stock；2C 代為 G Stock；3代則為 H Stock。另外所有拖卡 DXXX 名稱為獨立嘅 Q Stock。1代及 2A 代列車在更改列車牽引系統，由 cab 才更改至現稱。以為所有 M Train 製造完成之後都淨係喺香港行走過。錯，由於初期 M Train 是由英國都城家務製造，首批製造完成嘅 M Train 在前往香港之前，曾經於英國嘅泰恩、威爾地鐵嘅軌道上進行測試，不過當然只限首批享用，其後嘅列車製造完成之後就被運輸到香港進行測試。泰恩威爾地鐵是一個位於英國東北英格蘭的地鐵系統，服務範圍涵蓋泰恩威爾郡的泰恩河畔紐卡斯爾、蓋茨克德、南泰恩塞德、北泰恩塞德及遜德蘭等地區，被稱為英國第一個現代輕軌系統。3. 基本上所有列車都係由唔同嘅組合拼合而成，而一組8卡嘅 M Train 由3個組合組成。喺認識列車編組之前，首先簡單講講組成 M Train 嘅4種車廂。A 卡為設有駕駛室嘅電動車卡，有駕駛室及電動機。B 卡為電動車卡，設有電動機。C 卡為負責電工嘅電動車卡。至於 D 卡為無動力拖卡，除咗 A 卡之外嘅其他車卡都設有輔助駕駛控制板，但正常一般情況下都不會使用。喺列車組成方面，由於只有 C 卡設有集電弓， A 卡同 B 卡都要配合 C 卡組成一組。D 卡由於無動力，就可以隨便攝喺其他組合當中，但設計上唔容許兩 D 卡串聯。一般 M Train 以 AC、BC、CA 為一組，於3組車卡當中加上拖卡。列車在設計上容許組成4、6、7同埋8卡全動力編組，沒有。M Train 事實上為成個系統中編組最自由嘅列車，因為5代嘅列車同埋拖卡基本上穿梭喺每一架 M Train 之中，而其他列車基本上採用固定編組，由車卡號碼就可以看出，所以亦都會成日聽到 M Train 經常調換車卡嘅消息。不過受限於車卡組成嘅限制，調換車卡時必須要將整組車卡調走，拖卡才可隨便調配。講到啱啱自由組成嘅編組，大家目前係咪都想知 M Train 會有咩代列車嘅組合？由於中間一組車卡及拖卡之組合較為複雜，今日我們只討論頭尾卡嘅批數組成。經過對所有 M Train 列車嘅分析之後，目前得出 M Train 頭尾卡嘅批次組合有頭尾全1代、1代對 2A 代、1代對 2B 代、頭尾全 2A 代、2A 對 2B 代以及 2C 對3代。事實上 M Train 頭尾嘅編組可以同其他列車調換，唔排除之前曾經出現其他冇提及嘅編組。目前已知嘅例子係頭尾全3代，只有 A285、A2801 列，
可惜的是該列車因2022年油麻地列車出軌事故提早退役。喺路線分佈方面，每架 M Train 都有自己主力行走嘅路線，第一、第二及第四種組合基本上市區四線都可以見到，含有2B 代列車嘅第三同第五種組合在港島線上行走，而最尾嗰隻基本上只會喺荃灣線行走。如果大家記得嘅話，佢哋原本係主力行走觀塘線條線嘅原因之後會提及，不過，市區四線無論係信號系統定列車方面都一模一樣，因此列車實際上可以隨便應要求前往其他路線行走，而出現所謂嘅二線車，即原本所屬路線嘅列車前往另一路線行走。5. M Train 為目前唯一採用氣動門嘅現役列車，亦都提到 M Train 分為5代。所以而家要講嘅就係5代列車分別嘅車門。由入門級講起，第一代為唯一車門採用闊門膠嘅列車，後面嘅代數全部採用窄門膠。而家俾我哋睇下5代列車過自開關門。氣動門運作嘅原理為，關門時會對車門充氣，通現列車關門時有充氣的聲音。至於開門則相反，車門會放氣促使車門開啟。如果充氣及放氣系統故障嘅話，就可能會促使暴力關門。不過，為咗特登製造暴力關門而用手腳阻礙車門關閉嘅行為係非常不可取。原理為迫使車門繼續充氣，並促使車門以較大衝擊力關門。喺迪士尼線上行走嗰3架米奇老鼠列車係由 M Train 改裝而成，為咗迎合迪士尼風格而將車窗改成米奇老鼠之餘，亦都拆除咗部分車門同埋對車廂內外進行改裝。而迪士尼線嘅 M Train 亦以4卡並非8卡行走。被改裝及調線嘅幸運兒實質上全部為3代 M Train， 再將原本嘅氣動門改成電動門。講到改裝就不得不提及有列車係憑空變咗駕駛室出來，源自原本 BC490， 正常後 B490 成功變出駕駛室並成為 P506， 迪士尼線車卡編號。迪士尼線列車嘅車卡編組與4卡 M Train 相同，但編號被更改為 PXXX 及 QXXX。迪士尼線 M Train 分別改裝至 A， 並且成為 PQ501506。迪士尼線的3列列車預計於2028年隨着迪士尼線更新信號系統而退役，估計會為較早退役的3代 M Train。2026年，最古老嘅一代 M Train 已經行走咗4-5年以上。最年輕嘅亦都行走咗2-5年左右，港鐵亦開始陸續退役 M Train。被選中退役嘅 M Train， 通常因車況或行車測試決定，會由市區4線往荃灣線，再經荔景站嘅道線前往東涌線，最後再經東涌線軌道前往小蠔灣車廠。去除 A131、A112、A255、A126。2列因為意外而提早退役嘅列車之外， A100、A167、A168 於2022年9月11日駛往小蠔灣車廠並進行拆解，意味 M Train 嘅退役潮正式開始。當中於2023年及2024年大部分時間均1個月退役一部 M Train。截至2026年3月14日，共有30列 M Train 及6節車廂退役。
Amtrain 總共有93列，代表目前已經得返63列於市區4線行走。不過你知唔知，原本佢哋應該更早退役。話說2010年代中後期，市區4線新信號系統嘅工程進行得如火如荼，因此港鐵已經預備好2019年將荃灣線更換新信號系統，並且將新購買嘅 Q-Train 投入服務，以取代行走中嘅93列 M-Train。2019年3月18日，當時荃灣線正進行新信號系統正線測試。A187、A112駛離中環站2號月台，京道線準備前往金鐘站時，被京道線準備駛入中環站1號月台嘅 A131、A218攔腰猛撞，其中 A187、A112編組中 C451 及 D652 車卡嚴重損毀，車廂內滿目瘡痍，座椅、車門被撞至飛脫，扶手傾斜，碎片散滿一地。而 A131 車卡則撞至傾斜，其中兩組轉向架損毀並偏離路軌，駕駛室亦有損毀。事故導致荃灣線中環至金鐘服務暫停2日，3月20日凌晨才將所有涉事列車移離主行車線。由於事故涉及新信號系統，所有測試亦被迫暫停。當時所有 Q-Train 預定只會使用新信號系統，因此亦都全部被迫留廠生灰塵，亦都令其他 M-Train 換來幾年嘅生存時間。新信號系統喺暫停測試5年之後，喺2024年6月先重新進行正線軌道測試，而港鐵已經忍唔落去，率先將部分 Q-Train 加裝舊信號系統後投入服務，因此4年間亦都退役咗30列 M-Train。最終港鐵於出片嘅今日，2026年3月15號，正式將荃灣線改用新信號系統，至於荃灣線 Q-Train 仍未投入服務。進行現代化工程之前，由於車頭及車尾以白色為主並配上紅色線條，因此被稱為白頭，直至現代化工程之後被稱為黑頭。當時嘅白頭沒有閃燈路線圖，車廂以較暗嘅橙色作為主題。不過，港鐵喺2024年為咗慶祝成立45週年，將 A160 改裝為復古主題列車塗裝，除咗車頭重新變回白色色調及紅色線條之外，車廂內部只限第1278卡，亦都貼上橙色內裝及波波扶手。該列車於8月22日下午2時首度開出，並於接下來的數個月內分別行走市區4線。最終復古主題列車於2025年2月9日，最後一次行走港島線後被還原回為正常車身。M-Train 由白頭變黑頭就已經進行咗一次現代化工程。事實上2013年，港鐵就已經考慮再次翻新市區線93列列車，主要更動包括更改為動態路線圖及安裝電子信息顯示系統等等。當然最重要的是更換新信號系統及其他相關工程。其後，港鐵於2014年將全批 M-Train 拆為兩部分，首批78列8卡列車被探討於2019至2022年被翻新或更換。其餘15列列車未決定會遭翻新或淘汰。當中有傳媒提出購買新列車比翻新列車成本上更有效益。港鐵其後於2016年提出鐵路 2.0 為新一代大型鐵路擴展計劃，當中已經決定投入60億港元購買93列 Q-Train 取代 M-Train， 亦代表翻新 M-Train 或保留15列2C、3代 M-Train 嘅計劃亦都全部壽終正寢。新信號系統嘅啟用及 Q-Train 大舉入侵，百般明示着 M-Train 即將迎來大幅退役潮，亦都會喺不久嘅將來消失。唔知今日嘅冷知識勾起咗你咩嘅童年回憶？下次坐到 M-Train 嘅時候，不如攞起相機拍返2張，因為話唔定第2日你就會見到你琴日坐嘅嗰架列車宣告退役。